香港都有輻射菜即禁。日本千葉縣水果出晒名，過千蚊一個嘅溫室蜜瓜，仲有番薯，喺香港一樣大有市場。不過香港嚟緊有段日子都唔會再買到佢哋啦，因為港府尋日第一次喺日本進口嘅蔬菜驗到輻射超標，決定即日起禁止5個月3月11號之後生產嘅蔬果、肉類、奶類同埋水產入口。驗到有問題嘅2個白蘿蔔同1個菠菜樣本都係碘131含量超標，菠菜更加係超標咗10倍，都係懷疑嚟自千葉縣。呢一個係其中一個超標嘅嗰個樣板裏邊呢，呢度係有寫住千葉縣嘅。咁我哋係有理由相信呢，係一係呢度就係出產地，或者呢度係一個加工場咧。呢啲嘅所謂超標樣本呢，係從未入得到我哋香港嗰個食物鏈嘅樹嘅嚇，因為呢啲咧全部已經係俾我哋係扣檢咗噶啦。違例入口最高可以罰款10萬同監禁1年。有專家就提醒，受輻射污染嘅食物水洗都唔清，千祈咪亂食。個問題就係你洗完之後嗰啲帶有輻射嘅廢水啦，可以話你點樣處理咧？你係咪你就咁倒咗落坑渠？咁其實佢啲嘢咧都會落喺你個屋企附近嘅。任何嘢都冇得做，因為佢係一個元素啦，元素不滅噶嘛，即係你唔可以煲爛佢。佢又話，日本海域都檢測到含輻射碘，海洋生物嘅食物鏈會被污染，相信日本海產好快都會驗出有輻射，最後更加可能連肉類都會受到污染。